为什么京剧讲的？你是个鱼塘鱼，鱼里比唐僧。你讲我后面的事。哦。再来一次，好。可我也不能天天都来躺一圈啊。哦，那我换一下，再来一次。我想说对声。那个前面，哎，你不在这里就是对不起，我的错。那就这样。来，哎呀，去哪？我也不知道去哪。我要去哪里？哦，我去这里。哎，我可能有点卡住。好。你知道吗？吃色也并不是啊，那我也会吃。可以。好的，有没吃？好的，年头。哪里才吃？而且位置又多。哪里大？我回去了。你回去了？结果巨星没等到，我等不到了。有次没这样，我再回都回不去了。我这个吃，好的，你。哦，好的，你看你们好了。这行。你拿着，Sorry。好，我们接一下啊。怎么滑？